我分享故事係九龍寨城恐怖故事1444號房鬼巫女。今日要講嘅九龍寨城係一個已經拆除咗好耐嘅小城區，位於而家香港嘅九龍城。喺殖民地時期，因為政治嘅因素，呢個地方係一個三不管嘅地帶。香港政府唔敢管，英國政府唔想管，中國政府更加係冇辦法管。由居民之間自治為城，所以呢度吸引咗好多非法嘅移民、無牌醫生同埋通緝犯自由出入，係一個龍蛇混雜嘅犯罪者天堂。喺呢一個小小嘅地區裏邊，人口不斷咁增長，高峰嘅時期曾經達到3萬幾人，係當時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嘅地方，亦都可以話係香港最大嘅貧民窟。而普遍嘅市民都知道，九龍寨城係生人勿近，呢度不但止經常發生離奇嘅命案，亦都有好多令人匪夷所思嘅靈異故事。今日同大家分享最出名嘅2個。話說喺九龍寨城仲未被清拆之前，阿樂成日都幫屋企人到處送貨，有時亦都會行入呢個三不管嘅地帶。當時城裏邊環境非常污糟，亦都有好多食品廠，其中有啲係專門製造魚蛋啦、魚片嘅工廠。而製造呢啲食物需要用到大量嘅胡椒粉去調味，阿樂就係為咗送胡椒粉而入去呢個三不管嘅地帶。其中一間阿樂要送貨嘅魚蛋廠，前面係鋪頭，而後面就係工廠。喺鋪頭上面住咗上過百戶嘅人家，而呢一個靈異傳說就係從工廠老闆嗰度聽翻嚟。當時老闆就係圍觀嘅群眾之一。據老闆所講，喺夏天啱啱到嘅時候，魚蛋店鋪頭樓上就傳出咗一陣好勁嘅臭味。因為當時城裏邊嘅環境本來就好惡劣，加上魚蛋工廠有臭味亦都好正常。主要係因為製造魚蛋嘅時候用嘅都係死魚，所以通常要用到大量嘅胡椒粉同埋調味料去遮住臭味。亦都因為咁，附近嘅居民每日聞到臭味亦都唔會好在意。而不過今次傳出臭味嘅房間，經過幾個禮拜冇人嚟之後，真係臭到頂唔順。當中有一個鄰居就直接走去報警，警方亦都馬上嚟到調查。到場嘅警員沿住臭味去搜索，卒之揾到4樓嘅一個房間門口外邊。佢哋聞到呢陣味非常之濃烈，而當中有一位比較資深嘅老警察，好肯定咁講，呢個係屍體嘅味道。大家大為緊張，於是就敲門睇下有冇人回應啦。敲咗幾下都冇人回應。正當佢哋準備破門入屋嘅時候，突然間發現喺臭味當中有一股飯香飄咗出嚟，而呢陣飯香佢哋好肯定係臘腸嘅香味。佢哋相信房裏面一定有人，於是佢哋取消咗破門嘅決定，繼續去敲門。終於敲咗10幾下之後，有人打開門啦。佢哋望到裏面有2個小朋友，而開門嘅係一個大概6歲大、比較大少少嘅小朋友。打開門之後，房裏面嘅惡臭即刻飄散而出，當中亦都有啲後生嘅警員忍唔住當場嘔吐。警員見到小妹妹就問小朋友：屋企裏面有冇大人喺度啊？小朋友就講：媽咪佢唔係好舒服，而家喺房裏面瞓緊覺休息啊。講完之後，警察就即刻去裏面進行調查啦。當警員入到房裏面，見到一個全身發黑、已經死亡嘅女人瞓喺床上面，而呢個正正就係惡臭嘅來源。令人覺得詭異嘅係，呢2個小朋友對於惡臭同埋死咗嘅屍體似乎完全冇感覺。呢個時候開門嘅小朋友就講啦：媽咪佢唔係好舒服，叫我哋食飽飯之後就自己去返學。後來警察喺廚房裏面亦都揾到一煲啱啱煲好咗嘅臘腸蒸飯，咁就好好奇咁問小朋友：呢兜飯係邊個煮噶？小朋友就講：係媽媽啱啱做噶，做好咗之後先至翻入房瞓覺嘅。過咗冇耐，警察叔叔你哋就嚟敲門啦。事後警方經過調查確認，呢2姊妹同埋媽媽都係從大陸嚟到嘅非法入境者，而佢哋嚟到香港之後，一路都匿喺九龍寨城裏邊，並冇出過去。而佢哋嘅爸爸早就丟低咗佢哋離開咗啦。通過鄰居表示，佢哋從來都冇見過有邊個嚟探訪呢家人，更加唔使話喺裏面食煲仔飯啦。而警方亦都發現，其實屍體已經死咗好幾個月，但係經過呢2姊妹所講，飯係媽媽煮嘅。由於冇證據顯示係被殺，警方只可以當係遺體處理案咁處理。最後2姊妹送去保良局。咁既然冇親友嚟探訪過，裏面只係得呢2姊妹同埋媽媽，咁到底呢個臘腸蒸飯又係邊個做嘅呢？無論呢件事係真係假，亦都隨住九龍寨城被拆除，變成一個都市傳說。